行会今仔日是通过国科会的晶片驱动台湾产业创新方案，预计伫未来10档以内会投入3000亿哦，为明年开始，就要来启动第一期5年的计划。为了迎接未来相关产业科技变革的契机与挑战，超前部署提出晶片驱动台湾产业创新方案，规划在113年科技预算120亿元，未来10年113至122年共3000亿元经费来执行，平均每年就是300亿。based on 这个半导体产业，然后全部产业的创新，事实上10年应该不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。台湾最好的这个完整的 pipeline， 从 IC design 到制造到封装测试，这个我想我们在精创台湾计划里面会公私协力，把这个系统把它弄得最好，让国际的一些新创或者 IC design 的公司，他愿意来台湾。国科会讲，这项方案除了带动产业创新以外，也成来全球的研发人才甲投资发展等等。